今日係10月20號星期一，幫我出聲即日快遞同大家睇睇一場國際外交大戲，就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向美國請求支援戰斧導彈失敗，仲被總統特朗普粗口訓斥，逼烏方答應俄方嘅要求，割地換停火啊！常言道弱國無外交，好似烏蠅一樣圍住美國氹氹轉嘅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再次被特朗普當馬騮咁樣玩啊！就喺澤連斯基趕往白宮會談之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同特朗普傾咗2個鐘頭嘅電話，兩人具體傾啲乜嘢就唔知道啦，但效果係立竿見影嘅。據英國金融時報10月19號嘅報導，澤連斯基同特朗普喺10月17號喺白宮再次會晤，估唔到又重演咗今年2月份嘅世紀爭吵啊！由於冇影片流出，呢場會議只有記者援引知情人士嘅講述。特朗普喺會上邊敦促澤連斯基必須接受普京提出嘅停戰條件，並且警告佢話，普京曾經講過，如果烏克蘭唔同意，將會被俄方摧毀。特朗普甚至多次爆粗訓斥澤連斯基知情人士仲補充一啲細節嘅，佢話特朗普直接將烏克蘭嘅戰場地圖掟埋一邊仲話已經厭倦咗一次又一次見到烏克蘭嘅前線地圖啦。佢又咁樣講嘅，呢條紅線我甚至唔知道嗰度喺邊度我從來冇去過嗰度。消息人士又指啦，特朗普認為俄羅斯嘅經濟表現良好，呢同佢之前所講嘅普京應該談判，因為俄羅斯嘅經濟就要崩潰啦嘅言論形成鮮明嘅對比。今次澤連斯基帶團訪問白宮本來希望講服特朗普向烏克蘭提供戰斧巡航導彈，但最終就被拒絕咗，仲被嚴厲訓斥一番添。消息人士表示啦，澤連斯基會後嘅情緒非常之低落歐洲領導人也並不樂觀，但在務實規劃緊下一步嘅行動今年9月底，特朗普喺聯合國大會上邊向澤連斯基大派定心丸佢話喺歐盟同埋北約嘅支持之下烏克蘭可以奪回所有被俄羅斯佔領嘅領土。但係今次峰回路轉嚟得太快啦，相信唔單止澤連斯基大吃一驚就連普通嘅吃瓜群眾都對劇情變化感到意外添。美國霸權眼中嘅國際政治就係弱者不得不在現實嘅舞台上邊演繹住強者寫好嘅劇本。而家特朗普睇嚟劇本係可以隨時改寫嘅，甚至係徹底顛覆添。由澤連斯基多次被特朗普玩弄相信明眼人都明白㗎啦。在美俄烏談判上邊只有俄方對美方影響力係最大嘅。只要俄方有讓步嘅傾向，一心只求停火挪威嘅特朗普就會立即大變臉對佢嚟講盟友同埋所謂嘅核心利益從來都不及面子咁重要澤連斯基就算換套西裝，誠心跪拜，都只換嚟咗被美國反覆戲耍、棄如敝屣嘅命運